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曾培玉。2007年我第一次確診乳癌，喺呢一段治療嘅歷程，叫停咗我一個18年忙碌嘅服侍嘅工作。癌病中嘅安慰呢一本書係我第一次確診乳癌嘅一個嘅歷程嘅故事，喺當中有25篇嘅文章。裏邊從一個嘅懷疑到確診咯，從治療到復原，每一篇文章對於我自己嚟講都係一個好深刻嘅生命反思嘅課堂。寫呢一本書嘅時候，我係用一個不急不忙嘅一份嘅心情去寫嘅，喺當中有主與我同在啦，我係喺每字每句嘅感悟當中去沉澱而寫成呢一本嘅書。呢一本書喺當中，如果讀者睇嘅時候咧，可能你會感受到呢一種慢慢嚟，唔好急呢一種嘅心情。因為咧，當我係去醫院裏邊去學一個嘅音樂治療嘅時候咧，導師經常都同我哋講，你哋係癌症病人啦，慢慢嚟，唔使急。喺呢個嘅書嘅當中，我係用基督信仰嘅觀點去寫癌病同我自身嘅關係。我係有一個好大嘅醒悟，就係原來工作唔係優先嘅，關係先至最重要。同大自然和好咯，人同大自然嘅關係，順應自然，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咯，係要好珍惜。人同自己嘅相處係到咁上下時間要俾自己休息。人同神嘅關係呢個係至為重要，因為冇咗主，我哋就生命就變得冇意義。耶穌稱門徒做佢嘅朋友，我好感恩喺癌病嘅歷程嘅裏邊，耶穌與我同行，賜俾我安慰。癌病中嘅安慰裏邊寫嘅故事係好耐之前噶啦，係2007年嘅一個故事，喺2009年有一個舊版嘅初版，跟住2013年又有一個舊版嘅重印。好感恩2023年佢又可以再以一個新版嘅形式去同讀者去見面。喺當中新嘅文章有新嘅序，寫咗我呢16年間補添咗一啲我依然活着喺活人之地主嘅恩典點樣同我去同在。好盼望呢本書能夠讓到讀者同我一齊去經歷一段嘅旅程，呢段旅程就係靜中反思治癒嘅歷程。多謝大家。